所以这是为什么？我也告诉这位道歉，这是为什么上天传给我们第一宝，上天给我们明示给我们一指点，这个没有字的真经，这个常恶不变的这一条路。回家的这一条路，为什么上天慈悲？这样我们还不够，再给我们无字的真言，让我们利用它来跟上帝更接近。又唯恐我们实在钝了，实在可以了，实在不行，又让我们丢了第三宝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诚心的时候，就只是扣球劳碌。我先在美国刚起的阶段，只要是出去要去渡人，事先一定跟老母叩首，请老母慈悲。在渡人的时候，就一直求救老师。老师帮忙。那么记得有一次，一直在读学校的一个密斯纳的母亲，那他呢是读了好几次都不去求道。那有一次修我班5点时，请或许过去在华语组，那么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老师就问，或许就问老师慈悲，为什么我读密斯纳的附近都读不来啊？老师说，你这个小徒儿，你一起就叫的要求道，还是叫老师？那老师就在你旁边吗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老师为了你们这些小徒儿，在天上在到处都要跟南海伯伯所有的仙佛还要讨交钱，你们人情也要为其做，初一十五现想的水果，带一些随着伴手就过去送给他，学习节善缘啊，不要一起就求道。后来我也懂了，开始就用这么一招，每天供中都有水果，只要是渡人，不管是不是初一十五，都一定带了水果。那么跟他说这是拜仙佛的，是吃平安的，这是有加持的，这个吃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好，对我们身体很好，对我们的心会更清净。那个密斯那个部机终于被渡来了。